同大家推介一本書《失敗的我被放上之物架》。嗱，呢一本我哋圖書館嘅書就不得了啊，因為佢有呢本書嘅繪畫師啦、編繪者啦、曹志豪先生嘅金筆簽名，兼夾呢有編製蔡潔小姐嘅金筆簽名，咁啊有齊晒兩個簽名喺封面嘅書也我哋圖書館嘅珍藏本啦。咁呢本咧係一個漫畫嚟嘅喎。其實呢個漫畫咧，一嚟畫工非常之靚啦，全彩啦，我都唔知其實呢個出版社係賺咩錢嘅，但係佢賺唔賺錢唔關我哋圖書館事啦。咁啊，淨係講翻本書嘅內容咧，我覺得好睇嘅，因為本書咧係講緊有個女仔啦，咁佢細細個咁好中意畫畫，然之後有一日咧，佢就畫咗一個 IP 公仔咧，就有一個投資者啦，就幫佢去辦個展覽咁喎。咁點知咧，後尾咧啲人就投訴佢喎，話佢抄襲喎。咁然之後個投資者即刻就將佢嘅展覽未開始就先結束啦，咁就鎖咗佢咧入去嗰個雜物房，叫佢唔好出嚟啦，因為啲記者已經喺出邊啦咁樣。咁於是乎呢個女仔咧就好唔開心咯，唔開心到咧陷入咗一個唔知乜嘢嘅異空間、異世界嗰度喎。咁究竟呢個女仔佢喺異世界會面臨咗啲乜嘢嘅情況、咩挑戰咧？以至於佢竟然可以喺呢一本書嘅最後咧走翻出嚟。究竟佢走翻出個雜物房嘅時候，有冇受到其他人嘅嚴重攻擊咧？同埋咧，佢離開呢個場地之前，喺異世界到底咧係遇到邊一個人，發生咗乜嘢事咧？咁如果你想知道呢一個女孩子佢嘅夢想，佢有冇因此而消失到？佢最終點樣行翻出嚟？而佢又經歷咗啲乜嘢咧？係一本咁靚全彩嘅，中間真係你想揾一頁全文字嘅都冇啊！嘅漫畫好快就喺我哋學校圖書館要上架啦！本書嘅書名叫做《失敗的我被放上置物架》，好快就會喺我哋嘅圖書館被放上書架啦！